山水蒙，近上坎下，蒙亨，匪我投同蒙，同蒙投我。初世告，再三讀，讀不告，離征。初六，發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說吉谷以往論。九二，包蒙，吉納婦，吉子克家。六三，勿用娶女，見金夫，不有功，無由利。六四，困蒙論。六五，同蒙，吉。上九，擊蒙，不利為寇，利如寇。山水蒙係近上坎下，解作山水蒙係山上水下。山下有水出現，可以係一，山上融化嘅冰雪，或者天空落下嘅雨水，在泥土表面流下。第二就係河水或者雨水滲入泥土，到咗不扣水層，再在山下流出。不知道水嘅來源同埋質素，難決定水是否合用。未清楚水嘅來勢同埋分量，便不知將會乾旱或是泛濫。人若無知會誤事，願意學而能夠得教，便可以趨吉避凶，成就大業。周易山水蒙說明教化體法如何重要，怎去推行。蒙字嘅甲骨文造型係小孩，小孩嘅丫角帝鬢，冇遮蓋咗頭，解作有如小孩那樣無認知能力，因為頭被遮蓋，令視聽不清楚。譬如缺乏知識同埋經驗。蒙亨，匪我投同蒙，同蒙投我。初世告，再三讀，讀則不到，離征。點解呢？蒙就係教化體法，亨無需爭取，也會承受到好事。匪不是我本人，求懇請幫忙，同小孩。蒙教化體法，同小孩。蒙教化體法，求懇請幫忙。我本人初開始的階段或者步驟如首次。誓係古代用絲草霑文，告陳述表達，再一次又一次地同樣重複。三比喻多詞，讀多且亂，讀多且亂，則將條款規矩或者制度刻在頂上，以作指導、記錄或者備案。不未得，告陳述表達。離征係要做嘅事，必須付出努力，才會有成果。解作教化體法，無需爭取，也會承受到好事。怎樣做到呢？一，唔係本人懇請小孩接受教化體法，而是待小孩尚得到教化體法來懇請本人。二，首個霑問已得答案，若再重複霑問，得到答案很多而且亂，多且亂怎會係正確答案？三，做事必須努力才會有成果，得到好事物。周文王認為，一，人為解決疑難嚟請教，會有誠意學習聽從，容易接受施教。二，占卜呢個迷信方法不能夠解決疑難。三，啟蒙必須付出努力才會有收穫嘅。初六，發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說吉谷以往論。發係以弓去放射彈或者箭，御用工具方法去達成目的。蒙係教化體法，利係付出努力才有成果。用功能有幫助，刑處罰嘅方法。人有特性嘅動物不同禽獸，用功能有幫助，說用言語去表達。吉腳鐐，谷手扣，以可以作為可當成按照往依指示去進行。論係冇構思。解作革成教化體法，必須努力才有成果。
處罰能夠幫助：一、因人有其特性，不同禽獸；二、言語表明罰戴腳鐐或罰戴手扣係按照指示進行；三、再冇任何構思想法，以司齊定下嘅處罰規條不可以隨便改變。例證初六，子產注刑，知法不犯，要把法規寫得清楚。子產係春秋戰國有名嘅政治家，以前嘅法制係到判決時，官員臨時擬定罰則，但子產把刑罰條款注在鼎嘅表面，使群眾早知做什麼是犯法，會得什麼懲罰。這個重要改革卻受到守舊官員嘅抨擊，佢認為群眾一而懂得取巧，據法嚟走空檔。事實證明子產的眼光係遠大同係正確嘅。佢又提出刑法應該係寬慢相濟，但佢死後執法者太縮，以為立法太嚴，便減輕成刑罰，其後招致更多嘅罪案。結果要花好多功夫才能夠回復統官。良謀一，必定要使群眾知道犯錯就係要罰，什麼錯會受何種懲處，不可以用無知為藉口去免罪。九二，包蒙吉，立虎吉，此乞家。包係用物把東西擋起來，如好好照顧東西。蒙教化啟發，吉得到好嘅事物，立招攬得到，虎持家嘅女子。古時認為女子善於解脫難題同埋紛爭，吉得到好嘅事物，指地支排序第一，指孕育初生。乞係抑制約束，家人能夠入住可以安處嘅地方。解作如何教化啟發去得到好事物呢？一、好好照顧需教化啟發嘅人；二、招攬懂持家、解難題、識紛爭嘅女子；三、孕育教養新一代，約束在可安處嘅地方。例證九二，超君戚塞，啟發匈奴，使人明理，事情好辦。西漢元帝時，匈奴單於呼韓邪歸順，入朝覲見，請求和親。皇族中冇人願遠嫁，漢元帝從後宮挑選，亦只得王昭君肯犧牲。漢元帝發覺王昭君才貌出眾，卻因畫工無遺授索賄不成，挖醜王昭君，令皇帝走漏了眼。漢元帝取死了無，也無奈讓昭君出嫁。王昭君引進漢人嘅知識、文化同埋生產技術，令匈奴人民生活進步安定。呼韓邪死後，昭君要依當時嘅風俗嫁得呼韓邪嘅兒子。經王昭君嘅努力同化，匈奴與漢朝和平共處60多年。佢死前一再囑咐兒女，世代要和漢朝友好。王昭君成為匈奴嘅啟蒙老師，教化匈奴，換來黎民安定繁榮。良謀二就係巧婦持家有道，照顧夫郎，啟蒙兒女，因而安居幸福。63，勿用娶女，見金夫，不有功，無有利。勿係不許，用功能，用功能有幫助，取獲得得到。女兒，見看得清楚分明。金屬嘅統稱，似住指重酬。夫能夠做到大事嘅人，不未得，有可以承受。功苦身，指卑屈，冇沒有，由強人去做，利付出努力才有成果。解作不許靠這樣得到幫忙，接受我女兒看清楚是會得重酬。不過能成大事嘅人未會承受卑屈，因此不能勉強佢得成果。例證63，因利忘義，應察作父，利有所得會惹麻煩。
五代十國時，後唐嘅廢帝有感石敬瑭野心勃勃，於是封佢為天平節度使。待佢離開太原後，便辭機剷除。石敬瑭不肯赴任，廢帝派兵討伐。石敬瑭投靠薛丹，除各地送禮稱臣外，還答應事成後行義對父之禮。薛丹主想利用石敬瑭去統一中原，於是封他為帝，號為大晉。他供奉薛丹主為父，送出燕雲16州大片土地，每年入貢30萬匹。失去燕雲16州，中原無險可守，薛丹得以長驅直進。石敬瑭為咗稱王，出賣民族，向敵屈辱，也只苟活18年。而皇帝這稱號令他遺臭萬年。梁謀三，有德行嘅人係不能用金錢收買嘅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夢，並引用3個近代史實以演繹夢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